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业、五业、业第八条。业就是社会各种工课职务，像咱讲工业、商业，嘛当讲是倒一行倒一道，食什么头路。另外，这个业嘛有代志的意思，像咱讲事业、业务。咱台语一个较特别的讲法，就是讲一个人足无闲，咱来讲一个人正业，或者是业命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拄则讲到业命，代表命中一定爱辛苦，我都勤苦来过日子。第二个词读做业业带，古早字典甲即卖字典有无同的用字，意思拢是代表足着急的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真业命，一个看到好天就爱业业带，足着急要出门趁钱做生意，拢无多小休困一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业提供予大家参考。